大家文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是春天，有时阵透早山区开大忙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忙。在咱台语的意思要挖木，那安尼忙甲木有啥物无共？就有一寡台语字典特别解说讲，忙的意思是较挖顶面，无去直接到涂骹的分木，就讲是忙。若木就较挖水面，或者是较挖涂骹。也毋过即马可能无分甲遮尔幼。一般伫咧山内雾气，咱就讲山忙。若是有雾气，有人直接讲蒙雾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山忙，代表讲伫咧山内雾气；第二个词读做大忙，有人讲是大雾，就是拢全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季节透早定定的去山忙，规个看忙大雾，赛车去山顶上惊大忙。若是要去山顶运动，就要特别注意安全。今日小解这一日忙。提供予大家参考。